天氣惡劣或會影響咗你嘅外出旅遊嘅行程，或者帶嚟生活上嘅不便。但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，氣候變化就唔係咁簡單嘅一回事。非洲，世界第2多人口嘅大洲，當中大部分人以農業為主。近年嚟，因為厄爾尼諾現象全球升溫引發嘅極端天氣，使農作物被摧毀、失收，非洲農民生計直接受到沉重嘅打擊。加上冇完善嘅糧食政策，引發出大規模嘅饑荒問題。薩赫勒地帶已有2000萬人糧食不足。最諷刺嘅係，現時全世界每日餓着肚皮入睡嘅8億人裏面，80%係生產糧食嘅小農戶、漁民、牧民等。就以埃塞俄比亞東部嘅索馬里地區為例，已經連續10幾個月冇落過雨，當地嘅農戶同牧民面對幾乎寸草不生嘅土地，貧上加貧。樂天知命嘅非洲人都難以用笑容去承受極端天氣帶嚟嘅影響。事實上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嘅人均碳排放量遠低於發達國家，但卻係要呢班貧窮嘅人去承受最大嘅惡果，呢個係極不公平嘅事。樂施會認為，貧窮源於不公平。為解決非洲嘅貧窮問題，唔單止係向窮人提供衣食所需，更需要傳授知識，以及協助貧窮人適應氣候變化，包括改變耕作方法、建立天氣預報系統等，令佢哋重拾生計。樂施會將會繼續關注世界各地嘅弱勢社群，為貧窮人創造改變命運嘅機會，共同創造一個無窮世界。